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和田紙鳥，個題材係美人魚。個主題係一條美人魚，呢個美女頭身體咁轉彎轉到你呢度，屈咗條尾你呢度，途中啊遮咗啲裂咯，遮咗啲裂都白嘅，見料都白，當然唔係一級白嗰啲白啦，有啲面咯。上面呢度係挑咗隻雀，因為呢個位置凹咗落去，挑咗隻雀，咁啊梗係順便做埋啲裂啦，有少少皮色啊，皮色唔多嘅呢件 ，OK 嘅。